宜兰三省唔单止葱嘅同松江离过有名，原料嘅产量韩国系啧美全台湾九省国家，人工系台湾原料嘅故乡。现在原料嘅好多化发现原料同前源原料过长枪，又都好睇新疆石头打法，嗰度民众如果睇路卡表以太白加添喜喜，就连睇国外嘅华人沙期原料也过受欢迎。原料一年是有数成100。唔过因为经济效益比我个好，嗰度上升人如贵重原料诶，见到寒天来用平阳看那个戏如风啾啾诶，佢有过年的感觉。看那个戏贵片丰富，见摆到冷天，宜兰三峡嘅原料，除为像安妞、洋风、兰蓉片肉。你以为开叉这名都剪合厂的，他太几都剪合厂。你做剪专业当过做过啊，当过爱做过剪过嘅，还学过这样做啊，当拆大。冷风见骨，除从天时冷到是中湿土变鹅，农民旱地蘑菇暴风落水，赶啲球冷眼前或剪下来。就是睇下當我落水落先叫嘅，幾廿年來都見落水啊，當然咩作水魚啊。啊，要冷都寒料。對啊。旱地愛做者。係咩？當然咩愛剪啲啊，要剪都愛剪都好啊，愛剪好啊。เขาเป็นโบหันจริงๆเนาะ 所以炒幾間嘢啊。杜人挑個個嘅原料天度來來去去，腳下掉嘅係南腳腳嘅水，大早7點才開始做事。對啦，我也是生啦。你要長長哦，係足大力嘅嗬。因為這間啊，足大。係。這足大，你啊知煮食了家庭真好食，了這就等。不然你哪會加事啊？你少個了個拗點啊，你看，這真好食啊，這就等來喎。一個蛇安尼，夾住落去安尼。三峽係台灣最大嘅原料產地，種嘅歷史太早20-30年，面積有60-70公頃，產量佔嚟全台9省客家。宜蘭冷天蜜蜂寫實嘅天氣，都是合種原料。天氣哦，掠下要落水哦，有較冷掉嘅哦。掠到要種原料，真好，就3線種真好伊。喺下去種哦，就唔會按過，要挨點，譬如有種哦，就種唔會起來都，較適合種啊。春條該啲用嘅該下插下伊啊，都冬節掠下這樣子。冷天和流到來，又冷冷，原料入除為自然落下來，生態農民一道過。兩世界法子嘅壓力，找到下到日頭，除為變到喊那風喊那降。原料可以發出從羊味肉，所以就按照羊料，就因為原料嘅好落會發展，老溫牛凍潮。舊年沖調中意老原料插啲暗光度，也係造成各種花藝作品，就金融滿通嘅意思，就唔是啉水，自然表記造，出做得非常貴眼，本身嘅經驗，春煙共進，原料滿體。那種啊法寶，按那桂花法，像桂花啊呢，當漿可以像人家小蘋果一樣嘛，你看哈，就等一下哈，咁上海那種啊產量較好，嘿。嘿，了種啊較好，其他唔會落，包包較唔會落，了種啊就差真多，了變那度佢都強。超在將將剪下來嘅原料，為先鬧雜個雜體，高抓衝突，本機爆裝，困起來，變到冷倉庫大溫保持。
咱们这为温度调高，重新发展压力，边拆边补，让用价值。伊俩有几多拆啊分开落啊，有得七个价钱无共样啊，俩查的价钱无共样，分查价钱较好，七个价钱，伊种的钱无共样。农民工三叉腿表养富，四倡议腿表进步，五叉节系富贵，六倡议是系添丁，做下系吉祥嘅祝福。下三项原料唔但强推翻以后，外销市场下降的中山料六上合价。包括马来西亚啦、新加坡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市场。今年就我们了解，大概在22个到23个货柜，以往最多来讲可以到30个货柜了。那我从係香港、印尼、加拿大嚟到做花呢嘅素材都當銷偷，唔講外銷市場照 Q 外高外分差，國內民眾是係好吃的。银柳外銷東南亞來講，主要大概就是5尺、6尺到7尺啊，6尺是最主要的了哈。5尺跟7尺是搭配。在國內來講，最主要當然就4尺跟5尺比較多哈。因為在東南亞他們會喜歡整株，就是立起來6、7尺立在門口這樣。在國內來講，立柱的大概4尺在盆的方式，或者是在桌上型的這樣的一個插的乾插或實插這樣的方式。所以主要大概是4尺比較多啊，甚至3尺也有。原料認為數據獎主材以後都可抽起，從係細細 Q 中嘅絨毛花枝，未沖調溶類做各種嘅花藝創作。尤其我們透過銀柳節，透過一些花藝，這樣的一個把銀柳的一個附加價值更加提升來講，對銀柳這整個產銷來講，在國內市場是有提升的。原料仍然上住少，深香糯米種祝福嘅心，辛苦種出來嘅辛果，希望做得送到民眾屋下，本大家照催進步，添福氣。